食老的生活也会当对流行哦。专门服务老大人的风道基金会，伫台北、台中培训20个，平均只有67岁时代，讲少年族群当中上界流行的脱秀，互大家会当看到时代无共款的模样。有个小男孩说：“我长大要跟廖阿姨结婚。”我是经常被告白的。69岁的廖秀菊伫台顶讲少年人事件的脱秀，伊伫学校讲故事28年，第一摆接触脱秀，感觉真有成就感。你每天要想、要写、要改，我这3个月我觉得烧脑啊，但是收获很多。风道基金会的计划伫台北、台中培训20个平均67岁的时代，12月就要上台演出脱秀。基金会要互民众免费退票来看因表演。长辈有了新的目标或新的学习，事实上对于整个老后的生活，事实上是可以非常的精彩的。基金会表示，因发现现代长辈较愿意表现自我、展现想法，因过去带时代骑车环岛、讲棒球、参加电竞比赛，那互时代发展侪可能，也互少年辈对时代有全新的看法。跟这个年龄段的人相处，上舞台他需要有一些阶梯踩上来，在心情上。2007年的时候，我们要带长辈做不老骑士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很危险，他真的可以环岛吗？可是事实上，用他可以的速度是做得到的。打棒球也是，电竞也是。爷奶万万岁，大力来做会。基金会讲用适合时代的计划速度，时代也通参与各款活动。因讲这个时代透过实际参与，发现家己做会到，就更加有信心，也通鼓励更加侪共年龄层的人突破家己的想象。记者讲到随台北报道。